美国顶礼拜五大落拜因的这台股早盘一声就落1082点，最后是落821点，收伫咧32722点。这外资呢继续卖超839亿，是有史以来第10济。咱来讲到这台币换美金的汇率呢，是收伫咧32.092块，落1.22角，是这10个月以来新高。外汇局也证实讲，最近外资真侪拢抽走啊，造成市场的变动。咱这几天已经有进场调节，维持市场的稳定。拜一台股开盘大落上千点，33000点失守。指数虽然无继续落去，不过中场依然是落821点，创下史上第11段波落的点数，收伫32722点，成交量7114亿，其中外资卖超849亿，创下史上第10段。台股总期待一天就盘无去超过2条。富国新山台积电也是外资大买目标，早盘一度盘破1800块，不过盘中尾盘一直咧挨，中场是收伫1810块，这期待是46.94条。像比如过去我们比如说美伊的战争其实并没有停止，但是股市本来就有涨有跌啊，就是并不是说这件事一定就是往下跌，所以从过去这2三礼拜，各位都看到了各种消息面对影响预期产生的结果就是不同。那台股清顺顺，日经指数中场也大落1857点，韩国股市盘后更加超过6%，拜一亚洲股市因讲拢是惊吓性大买进行。那假设这1、2天紧张形势没有得到和缓，甚至说油价再度的攀高到每桶110块美元以上，那不排除会有回撤前波低点，也就是3月9号低点到31500点附近。外资是继续大卖台股，3月已经卖超达到7000外亿，造成台票汇率挖近32块。拜一台票是继续贬值，对美金的汇率收伫32块092，贬值1角2分2。央行外汇局坦白讲，最近市场强势失去平衡时，中央银行有立场去调节。有没有进场调节？供需失衡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会进场调节。现在有失衡吗？在过去几天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前几天你们有进场？有。央行强调袂守伫32块红线，不过最近资金汇出力量真惊人，新台票伫短3礼拜内已经贬值超过7角，加上国际油价推升这个有机的通货膨胀，带动美金转强，主要亚洲的货币是全面承受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